如果你細膽又想玩密室逃脫，咁你一定要感受下全港首個以 IKEA 主題為密室嘅逃出 idea。遊戲開之前，戴上眼罩進入密室。歡迎嚟到 IKEA 嘅世界，環境佈置得同 IKEA 一模一樣。60分鐘限時挑戰，大概用咗45分鐘解開第一個密室。呢間密室唔恐怖，但係都幾燒腦㗎。每一個佈置都隱藏咗好多信息，透過各種嘅情節推理揾到線索，每個細節都唔可以錯過。道具唔難揾，幾有成功感。我哋有7個人可以分工合作，全部人一齊做更加有成功感。香港嘅密室真係越嚟越好玩啦，有好多令我驚喜嘅地方，唔去到最後都估唔到結局啊！唔劇透咁多啦，大家都係親自嚟感受下。密室位置鄰近葵興地鐵站，非常方便，3人成團啦！而家喺呢段片下面 like 同留言，想報名就會有專人幫你拼團，仲有8折優惠添，仲快啲把握機會約埋班 friend 一齊報名啦！